哇，昌哥日光日白喺度睇鹹片喎。整緊嘢啊！就算睇鹹片都真係唔過分啊！點解咧？喂，12.3寸，唔通用咁細個原裝幫你睇鹹片咩？仲有啊，大家都必須留意啊！原來寶馬呢啲車機咧，必須要小心購買，因為佢行雙系統處理嘅。例如啲咩雙系統處理咧？不如俾你哋睇睇先啦。嗱，例如啊我哋去翻原裝嘅界面，一定要去翻呢一啲位置度，因為咧你如果唔係咧就 set 唔到咧裏邊嗰個標板肉啊，行幾多油量啊，或者將來出 warning 燈咧必須嚟呢度嘅。咁仲有啊佢好用之處咧，仲有嗱留意下 CarPlay 一樣有噶。仲有啦，我哋控埋啲睇下 R 波用翻原裝嘅後視鏡係會點樣啊？嗱，有埋轉向線噶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清楚咧？咁好啦，咁所以咧必須啦如果裝歐洲車咧，Benz、寶馬嘅朋友必須留意我啊！仲要話俾大家聽，細芒嘅價錢，大芒嘅享受，記得直接聯絡我啦，拜拜。